以下是中文翻譯，簡體中文。用簡單的方式用印地語描述以下信息。YouTube Analytics 數據同步問題，近影響 APAC 地歐。已知問題。各位創作者大家好，我們已注意到部分創作者正在遇到 YouTube Analytics 數據無法正常同步的問題。你可能會看到以下情況。一些數據指標，例如觀看次數，顯示不準確。Analytics 報告中可能會出現充幾個小時到一兩天不等的數據空缺。受影響的平台，該問題會影響桌面版 YouTube Studio、手機版 YouTube Studio 以及 YouTube API 中的 YouTube Analytics。受影響的地歐，該問題主要影響 APAC 地歐的創作者。我們的團隊正在即刻調查這個問題，一旦有新的信息，我們會第一時間更新。感謝你的耐心等待。